我的主，老早个把你种爱，个能陪那多他，我就那些人冇跟我要，个啥点些个多他个怎么了？我家个多他个那就冇打工，老天冇能来说个路。二刀好落地我好家好保护隨機的數，搞一刀個，再加就冇你啊啦，再加就冇你話，似你蒙我找朋友聽，再多啊冇你要啊不差的啦，你比不差的啦，再加把你都冇，聽下去抓啊，人這麼說，對那個真家都冇不差那種啦。也不通話你老有到啲上面間，你家不通種樹啦，嗰下都間你不通種樹嘅作者嗰隻嘢，你家就估乜家大家那我依個搞好難嘛，嗰係都家嘅個多啲，就搞到很早個實在到多他嗰度拎皮囊先啦，有個實種都冇個裝那都比嗰啲老家。都冇個做咯，變咗那個啥種，那啲個啥種都冇你要係比不差，那個一路咋，而家都冇共定啊，同個條主，那你話到估啊，估係都家的那個做這個啥嘅厲害啦，不頭啊正說啦，只要係個本了有冇為了的，佢就那麼多都冇得做咯，啥，那都冇得做咯，我應該係要，都冇得做，都冇比那個樣的啦，那都冇得比不差，現在他說呢，我比那個完了啦，個做這就做這個做這點個價格，嗰度乜你睇個做啦。我喺度家嘅，佢知道多那間高，佢知道多間俾，佢知道多走好家而走好嘅，多報人話，多報人地到家啦。有係嘅，佢多那間高，佢多間俾，佢多走好家而走好嘅，佢多幫家而都幫者啦，他個走好嘅啦，得到他佢計問到他啦。我頭下應該種樹啊，但是嗰係那家的貴就濟啦，那家使用價格都幫隻高的高啦。主要呢有冇咪大了，趕緊這，嗰兩部點講對那老婆他，現在就都後面了啦，趕住這那關門那搞啥，我得住，跟個職業們的斷到可能偏了，下嘛。你能種呢？你這麼你種麼？你能種呢？咋？假如寫裡面那個，照個把門嚟，一門多補充有土啦，再那一門多，搞件我搞要多吧，再衝啦。搞本來都人間，你要多吧，再衝有土那樣啦，多個吧，再衝有土多嘛，那都多我對。你都幫助的，你點用嘛？你都多有土多啥？我再來講有土嘛，就一點要麼加狗幾口都切多了。但是你老多不出來，你都多幾多了，你就沒來說。這個人要沒來到多了，這麼的就都得，這麼中年咗。那種嘅地那就個地都喺這說的個地都喺這裡啊，好像冇播咗邊用的老地樣個聽，你也種你要你了，你也種，咱們你話幫助包到要你地不播家，種你也得，等於你咩嘅，你也經濟了好過。到了，我去找天，我的兄弟了，我知道的就在，你们就的在搬家的地有到你了，头个的地里到都
蒙波抓比牛呢，到底多了不乱就一下当一下好么了，这准备没跟了。我理解蒙古里能够写笔帖，理解蒙古里你断章的这有笔帖，那因为断章个这有病人的爹，个精神的爹，个人知道个这有笔的哈，蒙古抓比牛。都冇你比包差了啲啊，條上嘅特殊，因為都陣間真有比咯。假如我啦，必須都知啦，有那個都是冇他啦，中國製造啊，假都是冇他中國製造的，假都是冇他，我不才對啦，點會知啊嘅？我點會知啊嘅你啊？我對最多的才啲人就嘅啦，好，一個比包差先個不大啦，你比包差你個啦。我等陣呢個背到亂點蒙古哩，我等陣佢溜咗上到啦，冇你話比不差，上到頭數，我大家都全部站冇人啦，你講你都都借比借高的時候，都分都做得啦，不怎麼比咯，假如比個都冇咧，我就要全部站冇上喺度都坑啦。個度個又冇話要啦呀，你要啦，隔離個字輩冇話要噶啦，冇話冇乜中文到啦，我就你就冇話直接就就係你個啦，個都冇理你嚟個啦，個都冇理你個啲真嘅啲咯，個真係全冇話要啊，個就個你真係自然佢個特別咯要咗，一個人能要啦，用個的誒。在两个领导有，没了好比去领先做些拉弄做有，该的那啲 play 了啦，咁做些就到了都那个好去领先噻，一样的都们不赚啊，你做了，你这我都搞知道了，找你牛逼，更少知道你等我，是哪个找牛逼做，我这做是解释下个到，就领先啊是啦。大家都冇你比波差嚟噶啦，啲都有個俾學考山到，你有攞你二樣的地到山到啦，啊大家就保證冇啦，保證冇但係都要到 K 哦，你三唔出賺錢你講啊，你只要都冇啲合比到你我合比到你，咁你到嗰啲波啦，你冇你比波差輸了套數。家陣要比率嗰啲波啦，家陣要比住嗰啲波啦，住家陣要比嗰啲啦，大家啥都得落比啦，嗰度能比啦，嗰就真係到家啦，嗰度能比啦，就要嗰啲咯，那種就怪得落種落家啲啊，嗰啲咯就落比啲能比落家啲啊，我大家就小隊都能自己啊，那麼所以。能說車能多啊，這樣的多你家找你家怎麼好了哇？你弄多啊，繞多的說 Facebook 那是哪？你弄多他那，我哋就冇佢啦，怎麼好了八個都知啦。誒，我好似繞就好影咗個都知，你哋弄回應就好影咗。當然啦，我覺得你話上海都家庭嘅回應你把胸出超很久了啦，被咗那被了他個被覺得把胸出超個很久了，那回應的回應是哪？能說的能說是哪？領導的寫bon你多了都把刀六也都否啦，競爭差你也那個包，搞嘛啲就包咗麼？搞到就嘛啲你多某個人有咗不理了，但那回應的品，搞嘛啲品我的最多的搞嘛啲品啊，你蒙不做比你呢有搞嘛啲最厲害的咯，我家定咗我覺得，家到的剛長你啦，就你也都我都做到他啦，哎冇到冇啲啦，係到家啲係到家到爆米家也多有圖。冇到冇啊！你不啲差啦，佢把佢做啲你冇揸，就吹啊，拉到窮我都好可能冇呢樣啦嘛。你不按本我你都冇到冇嚟聽啦，即係你都冇睇到，你不到你去，你啲前面價個
你下边个了，这里都没逃搞吧，这里都没逃啊，也不逃这吧，这都没逃要逃，我老人都就没干，你老车了，这都没逃，这都没逃，然后都没逃，然后这冇懂懵，卡坦乜嘢啊？这顿地啊个诶，你都冇等到家都抓咧。真係你都講你就冇睇到咗咧，而家就家都寫嚟冇得揸啦，嗰個好比大事啦，我就去表來到那種，嗰啥的嗰在地比啦，因為都地啦，嗰地嗰方面什麼，嗰等個比主力呢，主力就要搞路就是，賺錢就搞路，能夠做到好了，你搞幫個呢，冇嘢出咗啦，做個比咯。嗰下你那個搞就這啦，你冇你比不差上太少，啲人個都冇乜做，比不差那天冇乜做比牛那啲人個啊，嗰時哋講真真啦，嗰啲啲咯啲比個全部都比出嚟啦，嗰啲兩日出嚟啊，嗰啲好少啲就猜未知咗啊，嗰係日出嚟。我家做冇干啦，你家啲我冇嘢都得，對路花路開嘅我冇都得，干車都得才得，知道講比啦，都得乜都得，再講就都得半年，而家老都得到你要呀，都得嘢的都得，你猜到老你要個老你要就都得，乜都得，再講知道的都得，半年都學過啦，要都比的，乜都得才得，你就知道講比，佢比咯。蒙不到比牛，大概人家我都得都你啊，哎呀，真啊，大概我都得都你啊都得个，干嘛啊？我得主那个干嘛个，都要吐晒个，差不多叫领导啦。哎个，现在差都得个，差都系个，我得主嘛，你老家有个老年要。我哋主慢慢我哋主到講咗，我哋主班人學我哋乜柒地得咯，再到嗰學變啦又，我哋主這個啲啊，我哋主嘛本數啦，我哋主嘛啊，等入到每打又輪到自得咯，我對八波有啲得上落都好，落對八波望望你話有班努力到，嘅慢慢一齊地話吧，嗱弄吧嗱，就給你下中等點就。總理你也聽懂吧？我們直接一個那可能啊，那講到那邊吧，對嗎？才邊吧，你叫人做到個落比，一樣的講吧，睇下，那麼我做你比牛，嗰啲最終你哋中到個老天一下好門咯，一下好門咩？那不就你你冇你聽啊？那幹嘛主要你冇點咩咩？點樣冇點咩咩喎？就咪教聽啊！你咁樣做啲條路條，必須得前邊啦，你聽下點樣冇？咁又點樣咩話不亂做嘅嘞？嗰地上你懂得啲啊？我就知道我啦啲啊！哦，你咪用啲燈啦嘛，我都知道地聽，嗰聽，說能他說那就幹嘛？那啲真正嘅嘢都比那啲真正嘅嘢都好的啲啊！啲什麼搞對咗我搞對哈？聽吹了那聽我吹了好啊，那也幹了。那你搞嘛那幫還得要能用了，那點那幹嘛就準我呀這有了了。哦，你嘛那點那也能直接那就是那裡下更高了。要那抓緊那啥給那都點那個那裡啊，還有那也都還得嗰度那皮那就廣告起來到那這裡，嗰度乜那這個你多了。我們呢這到點玩呢？觀察這些人包括叫這呢嘛呢到上那我哋做到的，搞嘛搞得搞得地咯啦哦，搞多晒幾樣嘢上啦啦，搞多晒幾樣嘢好搞真係高到老實了，搞晒幾樣嘢你個中國人，這個中國本來呢個中國本人就嚟了，我哋做，佢哋那個包了，那大搞點呢多晒幾樣嘢咯。我包的什麼怪？那這開了啦，那這開那怎麼寫來的？我只要很多差下那都呢。我教我那都曬股，
啊，从有毒，我从有毒，每一次的是呢，都多多那多吃多，我就能到多那那。